台南市长黄伟綽和各界贵宾的见证之下，规定全民运动中心正式列牌。这座运动中心设伫中陵大学体育馆内，将由老师带领专业运动学生经营管理，做好各项的一个支持服务的品质，还有未来跟师生还有我们的社区如何能够共融。那这个部分也是我们一项新的挑战。这也是台南市第3座全民运动中心。也不过因为新建一座全民运动中心，至少要投入2亿以上的经费。这几冬来，台南市府积极甲各校合作，优化校内体育场馆设施，将资源开放给社区共享。1+1一定大于2啊！那在设备的充分的使用方面，我们也提供新丰区民众一个很好的运动据点。这座全民运动中心内设有智能健身房，提供互动式训练，会当针对使用者开出一张健身菜单。针对肌少症的，我们年纪比较大的，市长黄伟綽也亲自落去体验，对智能器材非常满意。除了鼓励乡亲多加利用，培养良好的运动习惯，同时强调市府会积极争取中央支持，设置更较侪的全民运动中心。台南新闻出版采访报道。